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1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大地震，已经发生第15天了。东部东灾区哈泰省伫昨暗8点外，又搁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土耳其当局表示讲，目前有3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送病院，救援的任务搁继续。叙利亚一个救援的组织嘛讲哦，这个地震伫叙利亚嘛造成超过130个人受伤。之前地震一寡受到损害的建筑物，因为地震一直摇，有真侪拢倒落。地震发生迄当阵，有民众用手机翕到建筑物倒来了，白烟冲到天顶去哩，黑暗中唔知什么情形。行车记录器翕到车一直害了，规个城市的电梯拢熄去。土耳其南部东灾区的哈泰省，当地时间20暗8点外，刚发生规模6.4的地震。边仔的叙利亚、约旦、以色列拢感受会到，在边拿卡电话报平安。自2月初六，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发生规模7.8地震到即马，已经记录到6000多遍的余震。累计到即马，大约有47000多人死亡，上百万人无处通等。即马上重要要解决的问题是卫生设备。Kalkıyordun sıcacık odanda gidiyordun. Şimdi arıyorsun petrolları. Nerede bir lavabo diye yani koşturuyorsun. İmkanlarımız gitti elimizde. Özgüvenimiz gitti. 哈泰省的灾民规暗拢无困，6.4的地震发生3分钟了，又搁发生一件规模5.8地震。当局已经宣布，除了卡拉曼马拉斯一个哈泰2个省以外，其他的所在暂停搜救任务，开始学10万外栋的建筑物爱拆。灾区中间的路是一个正长。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来看，昨开始哦，咱过来放令实在唔免挂喙暗咯。也毋过大众运输、病院、各有长照机构嘛是规定讲爱个继续挂。昨伫一寡卖场，大部分的民众喙暗嘛是个挂条条哦。什么时阵会当全面来放令？指挥中心认为讲应该爱等到5月份咯。伫连锁超市买物件，大部分民众要是甲喙暗挂条条，经过810多天，2月20开始，这来挂喙暗的规定总算放零，就有民众上路第一天就甲喙暗烫掉，感觉开活真济。如果是在通勤的状态，就是像在比较封闭，像车厢里面，我还是会戴着。来这边我会戴，那如果运动我就不戴的。因为戴久了嘛，会习惯说戴口罩，就是做事情啊、出门那些的。看到了我们一起工作很长一段时间的伙伴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指挥中心记者会当中，大家也拢甲喙暗烫掉啊，总算看到所有人的模样。不过指挥中心也搁一摆提醒，大众运输、医疗院所、长照机构等等，要是有挂喙暗的规定。如果你有饮食上的需求等，这个是可以暂时把口罩脱离。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处以新台币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目前喙暗规定行到第2阶段，已经放零大部分空间。讲到什么时阵才会全面解除限制，王必成表示，要继续观察疫苗接种等状况。我们其实已经到90几% 的施打，我们的高龄长者的部分没有到那么高，所以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我们的脆弱族群到底有没有施打？每天我们公布的这个我们死亡的这个数字里面，那完全都没有打过疫苗的，都超过1半以上。王必成表示，希望继续提升脆弱族群注疫苗的比率，估计5月就可能来到第3阶段全面解除挂喙暗。另外，针对次世代疫苗，指挥中心建议民众比照流感疫苗1年做1档，详细配套措施伫这礼拜4会详细说明。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咱国内昨增加11808本土病例，有44个人死亡。目前咱国内死件的病毒嘛是 BA.2.75，也毋过哦 BQ.1 是冲甲真紧，目前已经第2名。未来敢会真做上死件的病毒，爱个继续观察。为着要来了解咱台湾民众感染武汉肺炎病毒的情形，指挥中心按算要来做血清的调查，针对今年1月份到6月份管理会要抽7000件来做抗体检验，所以呼吁民众做伙参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转好，28日新增加11808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一同期降低4.8%，死亡的有44个。
另外，上新的病毒基因定数嘛出来啊，本土主流的变异株也是 BA.2.75 占6.6%，已经连续4礼拜占上济。也若为着 BQ.1的人数是翻倍成长到3.2%，原本流行的 BA.5即马敢若剩3%。虽然都有这些免疫逃脱的这些特性，但是威胁性上来说的话呢，都还是在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哈，所以预估对于后续疫情的影响哈，应该是有限。为了了解民众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形，指挥中心甲血药基金会合作做血清抗体检测，针对今年1月到6月关会的人，按地理分布甲年岁等等，随机抽7成件，用存的血来检验 N 抗体。我们这样的一个抽样的过程，后续是不会这个去识别到特定的捐血人哈，所以结果不会特别去通知，但是就这个整体这个阳性率的情形，会对于我们的防疫政策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若台大公卫学者占中环等一条批评讲，前指挥官陈时中甲现任的指挥官王必胜，拢无听伊的苦劝，才会互防疫失去可能会当降低 Omicron 死亡率的先机。针对这点，王必胜回应讲，台湾防疫伫 OECD 的国家内底做了是算袂歹的啊，而且拢有专家团队伫提供意见。我们的致死率是0.18，那0.18%，那是在这些国家里面的第6低的了哈，那表现的算是还不错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受到冷气团影响，北部阁有东部较凉冷，水气嘛较高。咱来看温度，冷气团是扫过台湾，今仔北部温度只有12度到17度，中部嘛只有13度到24度，南部上低温嘛只有14度，上高温是25度，东部是14度到22度。金门透早嘛已经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今仔的水气是比昨较高，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雨水是袂少，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好天的天气。另外，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桃园到台南东部，阁有东南部沿海空旷的地区，今仔会透19级到11级的强阵风，要爱特别注意。今仔暗时到明仔载透早是这波冷空气上强上寒的时阵哦，民众要爱穿好些。明仔载虽然温度会大大回升，也毋过哦，要爱注意拜五会阁有一波冷气团落南，会阁变寒。冷空气一波接一波哦，除了天气的变化，气象局嘛指出讲，这礼拜六因为东北风甲境外污染物吹来，影响到咱台湾的空气品质，所以专家嘛提醒民众尽量较少出门去运动。另外，空气污染哦，嘛有可能会落酸雨。基隆嘛已经连续24天哦，雨水的 pH 拢伫5以下，有人就讲，基隆是咱台湾上酸的都市。东北季风落南，北台湾天气乌阴，阁不时喷雨，真侪人厚衫穿条条。气象局讲，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三、拜五开始，后一波冷空气接续报道，降温会阁较明显。那再来，我们就要需要注意的是周五之后的降温哦。随着下一波的冷空气南下，除了带来一波降雨之外呢，温度也是明显的下降。特别在6日2天可以看到哦，最低温大概就是6日的晚上6晚日清晨这段时间都是明显的偏冷。那届时在台南以北到宜兰花莲，低温大约就是11到13度左右哦。另外，根据气象局的统计，伫夜方面的基隆连续24天，雨水的 pH 数值拢伫5以下。互人讲这是上酸的县市。吴保员解释，这是因为基隆地形的关系。环保署也提醒，这2天北海岸南部地区空气品质无啥好，爱减少户外的运动。昨天的下午开始，我们北部开始就有部分的车站测出来空气品质是显示是红色警示的状况哈。那随着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北部呢目前呢这个空气已经有改善了哈，大概都到普通或是橘色的等级哈。那因为这个高屏的地方啊，高屏空品区位在下风处哈，它的风速也比较弱，所以目前还有部分的高屏的车站是红色警示。专家表示，这届季风带来的雨水有限，对减少空气污染物的帮助并无大，建议体质敏感的人做好防范。记者麦上英曾俊佑台北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推动15档行政院国发会将审查通过国道7号高雄路段的建设计划。国道7号的经费大约是1357亿，全长是23公里哦。未来迈到高雄屏东第2条东西向的快速道路来设系统交流道，接国道1号。那属行政院伫今年的上半年核定，预定2025年会动工，2030年就会完工。再来看联合报，立法院今仔有机会三读通过疫情后特别条例，包括交通部推出的公共运输月票补助方案，被争取3年200亿预算哦。第800几道推出1个月1200块的月票，中中岛佮有南高屏月票大概是1000块以下，会当坐捷运、公车、轻便铁路、客运佮骑公共的脚踏车。再来看《中国时报》，伫去年的7月份，头一届的大学分科测验，无考国文、英文甲数学，引起真侪反弹甲争议。大学教练会昨嘛表示讲，未来3档的分科测验嘛未考国文科甲英文科，也毋过对114学年度开始会开复考数学语。咱再来看今年，因为调整真侪连续假期，所以有6天的拜六拢爱补班补课。因为拜六补的课拢是拜一的，对一寡老师学生来讲是真忝，而且嘛有袂少人拢会规气请假。有教育团体是认为讲，定定调整这种连续放假，真的是造成困扰。下课时间，学生伫运动场耍甲真欢喜。新学期拄过1礼拜，毋过前2天的拜六，营养2礼拜连假爱补班补课，所以连上6天。因为它都是连假，对不对？就是补一天，然后就把假连起来，我觉得比较好。在家的话会做一些像复习那些工作，所以我喜欢来上课。你愿意牺牲1天的假，然后去换连假？可以。对国小学生来讲，拜六上课也袂歹，毋过教职员的心情都无啥同款啦。寒暑假当中有补班现象的话，这些行政人员他们也会选择用请假的方式，一个处室留下1个，然后剩下校长跟警卫。但是如果是在学期中的话，他们就比较没有这种情形。你自己的差假处理好就好了。今年的补班补课日真侪，1月有1天，2月有2天，3月、6月、9月拢各有1天。对于升学阶段的各高中生来讲，补课拢是补拜一的课程，等于是拜六上完，拜一又爱搁上1天。还有一些进度嘛，还有一些考试跟作业。那如果说我现在的一个补班是补上个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那可能在课业的部分，老师就要去做一些挪动。这行政的部分是稍微造成一些困扰，最重要的还是整个学生的学习的一个心态还有情绪的部分。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教育团体认为，唔免为着放年假，率来过度的补班补课，会当降低教学干扰。由补班补课所引起的讨论声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说明，每调整拢会听循各界意见，未来也会收集民意来随时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真轰动的 AI 开讲机器人的听书 ChatGPT， 伊回答问题、写文章拢真厉害哦。也毋过，有老师烦恼讲，学生的作业甚至是论文，可能会用这款的软体来协助。因为目前高中的学生都爱写学习的听档案，大学这边敢有法度来判断讲是学生还是机器人写的，因惊讲会去影响到公平性。进入开讲机器人定性，所以你想要了解问题，就得到回应。ChatGPT 上去了后，有民众会用来分析数据、代写文案，甚至是写报告，或者是用在高中学习历程档案制作。就是有点像别人写的范例，然后可能也是做参考而已。心路历程嘛，就是还是要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最后还是会再重写一篇。东西还是要自己完成，不然到时候面对教授的话，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问高中生，有人会摕来当做资料参考，有人使用意愿无悬，实际数字关键的字句，马上生成一篇新作文，小可修改，看起来结果都算完整。像是一个生成一个叫样品屋的这样的概念，可是它很多的细节，它并不会告诉你。所以我们希望学生呢去了解事情背后的细节，找到问题真正的原因，而不要只是去依赖这样的一个工具。
因为大学课教制度当中，高中学习历程档案是采集重点之一。这样方便，佮精简的内容应当做写作、查资料或者是论稿的工具。啊，不过外界也质疑，是不是影响大学的书面审查的公平性？我们第一个当然就会看说，你这个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些老师重要的学习的重点，是不是真的都存在，还是其实也有这种错误的现象？老师们就会根据你写的内容再去追问，不排除也不排斥同学们可以拿这个当成是一个 AI 小书童哦，帮你去写草稿。可是你最后还是自己要把这些内容消化过后再讲出来。学者指出 ，ChatGPT 用真紧产生内容，有时阵也会出问题。另外，学习历程档案是可教的采集项目之一，也会甲学习考试这其他条件斗阵衡量。所以 ChatGPT 应当做是工具，说明是唯一。不过未来这项技术会如何发展，确实要继续观察，看是不是要有相关的影响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小镇离世的晚一档咯。美国总统拜登昨雄雄飞去基辅，嘛宣布讲要搁再提供乌克兰5亿美金的援助。伊嘛批评罗西亚总统普京实在是七歪八错，真离谱。拜登嘛强调讲，全世界拢甲乌克兰徛公平。美国总统拜登20突然间出现一个支付，宣布除了已经提供嘅500多亿美金嘅军援以外，也會增加包括榴彈炮、反坦克飛彈加空中監視雷達。And that doesn't count the other $500 million. Putin's war of conquest is failing. Russia's military has lost half its territory it once occupied. Putin thought Ukraine was weak and the West was divided, but he's just been plain wrong. Plain wrong. And 1 year later, the evidence is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Freedom is priceless. It's worth fighting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不過烏克蘭最近要求嘅 F-16戰機，拜登也是無答應。І цей перший за 15 років візи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в Україну є найважливішим візитом за всю історію. Проговорили питання сьогодні також. Ми далекобійної зброї та зброї, яка ще може постачатись в Україну і до цього її не було. І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拜登甲澤倫斯基最近一個指揮路嘅行，也去聖米加勒正定修道院悼念陣亡將士。當兩個人最近基輔軍這邊烏克蘭陣亡將士紀念牆時陣，空襲警報突然間開始響。拜登這邊秘密去基輔訪問，真保密也真大膽。在此進行以公開行程時，20暗7點出發去波蘭嘅首都華沙進行2天嘅訪問。不過其實空軍1號在咧19透早4點15分就已經起飛。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道，自原本嘅行程內面發現有2個時間嘅冷棒，可能以後就是去基輔嘅時間點。伊是對波蘭嘅邊境坐10點真久嘅火車到基輔。紐約時報報道，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講，拜登在咧到基輔前幾點真久，北京就已經通知俄羅斯這座訪問烏克蘭嘅計劃，目標是為咗要避免衝突。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再來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嘛強調講，雙方佇頓巴斯對陣，羅西亞軍隊有嚴重嘅損失，嘛望講烏克蘭會當展現實力，讓戰爭趕緊結束。有風聲講中國按說要來提供羅西亞關鍵嘅武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佇德國甲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談，嘛有警告中國，若使援助羅西亞，效果會真歹收煞。飛航戰車真緊經過行路，細節我開無偌久，就聽到飛彈飛過爆炸聲音。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過去幾個月，甲俄軍佇烏東頓巴斯地區戰甲真激烈，雖然局勢真複雜，烏軍拍甲真辛苦，不過嘛造成俄軍重大損失。Ситуація дуже непроста. Боремось, ламаємо окупанта і завдаємо Росії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ідчутних втрат. 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ю, чим більше Росія втратить саме там, саме на Донбасі, Бахмут, Вугледар, Мар'їнка, Кремінна, тим швидше зможемо завершити цю війну перемогою України. 外國媒體報道，烏克蘭官方預估到去年12月為止，損失差不多13000名士兵。在俄軍方面，應該是估算差不多4萬到6萬名士兵陣亡。烏克蘭官方提出警告，俄羅斯可能在戰爭滿一檔進程的利益甲利息之間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对中国有可能提供俄罗斯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这个慕尼黑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的时阵表示，中国若是提供俄罗斯致命武器，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gives us concern that they are considering providing lethal support to Russia in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to share very clearly with Wang Yi that this would be a serious problem. 我是新闻台是董炳耀。 再来看巴西东南部沿海19开始落大水雨，嘛造成淹水甲土石流。根据 CNN 的报道，已经造成40个人死亡，40个人失踪。当地政府赶紧撤离2000多人。气象预报嘛显示讲，圣保罗沿海的附近大水雨会阁继续落哦，抢救是真困难，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阁增加。 市过路也是淹水，车经过拢爱撩水。警方由封锁线，维护民众入去山区。因为巴西东部沿海地区19开始落大雨，造成水灾加土石流，山区的路拢是落过梅，放来土石加树仔拢飞边仔去。 Tá tipo só tem uma saída, né? Para subir para São Paulo, por exemplo, Mogi Bertioga não vai, só Tamoios e nós estamos meio que isolados aqui. 当局讲已经紧急撤离2000多人，验估一共几60人死亡，真侪人失踪。灾情上严重的圣塞巴斯蒂昂，伫咧24点钟久内落了史上上侪600毫米的雨量，真侪民众条条的等人救。 600 milímetros em cerca de 3 horas. E agora o solo encharcado em diversos pontos da cidade. Como eu disse, nós ainda temos estado de risco de queda e desabamento. 因为巴西即马正伫咧办嘉年华，恐惊有真侪民众抑阁调伫咧要去参加的半路。巴西总统卢拉坐直升机视察灾情了，叫中央甲地方爱团结，甲灾情降到上低。 Eu posso garantir que os meus ministros, governador, estarão dispostos a conversar para que a gente compartilhe, para que a gente faça uma parceria para recuperar efetivamente, de verdade, o estrago que a chuva fez aqui em São Sebastião. 路透社报道，根据气象预报资料，圣保罗沿海地区也会继续落大雨，救援人员将会面临严重的挑战，死亡人数恐惊也会增加。公司新闻陈伟林5期抢编辑。 再来看泰国第5月份要选总理哦，前总理戴克辛上细汉的查某囝白东丹有可能会代表为泰党参选总理。目前民调的支持度是赢过现任的总理帕拉育。เพื่อไทยทั้งคนทั้งพรรคให้แลนด์สไลด์ไปเลยค่ะ 今年36岁，有新已经7个月八重担，3天来走5府，以火车堡的姿态，特别竞争5月份大选的为泰党各地候选人来助选。八重担是前总理戴克辛上细汉的查某囝，学历悬，好牙人阁水的形象，是予人印象真深。不过伊算是无骄傲，做人嘛真清澈。伊互看到是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伊要甲农村的善乡人、城市工人阶级，甲几百万怀念戴克辛的选票各互调。 ทักษิณบริหารดีทุกอย่างเลยบ้านก็ไม่ได้ยากจนเลยชอบทุกอย่างอันนี้ของก็แพงมาแทนได้แทนคุณทักษิณได้แทนน้าได้แทนอาได้อย่างนั้นเถอะเราชอบค่ะ 戴克辛是泰国政坛上界有影响力，嘛是上界有争议的人物。伊甲因袂使送菜，还佫有上细汉的小妹英娜，一个火也捌出过3个总理。 不过，拢去互政变流亡海外，在地支持甲家族的势力也是真大。不过，食钱的风声，嘛互精英阶层的反对者对伊的印象真歹嘛真差。即马要互八重担接手，甲草根政策延续落去，包括调悬上低工资、补贴电费水道、起高铁、甲营养做大水，还佫有可玩的基础建设。虽然还未得到正式的提名，八重担伫总理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政变以来军方支持的总理帕拉育2倍以上。 รัฐประหารเป็นสิ่งที่ทำ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หลังทำให้คนทั่วโลกมองเราในอีกมิติหนึ่ง My goal right now is just try to just make the party win, win with the policies, not win just to win. 就算为泰党目前的民调支持度是上悬的，可能会伫个500席的众议院摕到上济席次。不过，八重担要做总理是无遐尔简单，因为当局已经修宪通过。 参议院250席拢由军方来指定，在野党就算合作，嘛真要超过2院750席半数的条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有外国媒体指出讲，日本、英国、意大利的政府当个协商3月份，准备要伫东京来举行国防部长会议。因应中国扩大军事准备3个国家要做伙来研发新世代的战机。英国、意大利要来加强参与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合作。再来看，洛西亚的经济发展部去年的4月份捌预测讲，2022年洛西亚的经济会衰退12%以上。俄俄战争战一冬落，洛西亚是表示讲，因去年的经济只衰退2.1%，还是讲西方国家制裁洛西亚的行动效果并无明显。再来看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中国伫俄俄战争中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泽伦斯基伫接受德国媒体专访的时阵，嘛讲到讲，若是中国支持洛西亚，有可能会爆发第3届的世界大战。过来消息，过来看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安方别讲，伫11天前在做台南市新闻处长的时，捌接受性招待去酒家。台湾高等检察署嘛已经展开调查了，外界嘛正关心讲，敢听阁有公文泄露的代志会安怎处理？行政院长陈建仁昨是表示讲，尊重司法，嘛望讲会当量早调查好清楚。多点扣办各种的毒品，这是去年中旬到年底进行的第7波氨基笏毒专案成果，拢总查获毒品6954.51公斤。其中查扣大麻8220丛是历次相关专案上济。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到案视察，不过外界有关聚焦伫陈宗安的案，所谓监听一文甲签停割涉的问题。相关事件的调查的部分，我们也希望来尊重司法，能够早日厘清真相。都会由台高检署他们来尽速查明。他们在第一时间也除了分案之外，也指派了主任检察官南下去调卷来查明事实的真相。不过国民党立委是积极为立法院外流影片到陈宗安的案，拢是民进党来斗争，无共派系透过司法来互相打击。为什么不说你们民进党都在利用检调、利用媒体，在进行你们的派系斗争？那这些牵涉到了很明确的司法议题那我们第一个是，如果需要调查，我们也支持法律上面、法务部上面的调查。民党立委刘世芳也讲，将行政院长苏贞昌表态停党主席赖清德，显示党内氛围是支持改革和团结。另外，多年前陈宗安涉入收钱，予台南地检署签分贪污他日案调查，2015年以查某事情签结。台湾高等检察署也已经指派主任检察官罗德雄协同台南分署检察官组成调查小组，以量早厘清外界的疑义。记者综合报道。昨开始咱已经开放香港、澳门的民众会当来咱台湾自由行。昨早起，到香港、澳门的民众坐头一班的飞行机飞来台湾。因讲因真思念台湾的夜市佮料理。店员用认真的跟单位详细介绍各种的复古精品，这是传统佳品专卖店，为咗香港游客到台湾，除了世界食美食，也会到这参观消费。最想念的西门町9份，我们3年了没有到台湾，盐酥鸡啦，夜市的卤味都很不错。陆委会顶日宣布20开放港澳居民自由行来台申请了后，20早起就有不少港澳民众坐第一班飞行机来台。有上班族来台合工的同时，也把握机会探视朋友，也有人只有2天假游玩，特别紧踅台湾一逝。101去逛逛吧，回来看看同学。开就买机票，去东西，就是2天之后就回香港嘛。随着疫情渐渐解封，外国国际游客的相关人流也明显增加。像东盟永航相关不少排队登机，最近的消费者已经登到过去的2/3。去年9月到达，搁较有10个店家开幕翻新，营调明显复苏。
过年的那时候开始回笼，但因为大家都看观光数来的，所以观光数也介绍我们多少会有观光客进来。日本、韩国就可以很明显的增加，现在也可以听到新加坡啦、讲英文的啦、欧美的啦都有在增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禁止内用那个时候，我们1个月的人流量只有15万人，现在是70万人。天过疫情，国内外观光客陆续回来，永康商圈也提前准备蔡年130多间店头提出优惠，就是希望会当早日等到会期用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蔡英文昨伫总统府接见8大工商团体理事长。总统表示讲，政府会做企业上好的靠山，帮助中小企业长久经营发展。也毋过风声讲4月份开始，工业大户的电价可能会起3成。昨道理事长反映讲起3成伤过济咯。上总的理事长柯书博嘛讲中小企业今年外销表现了普普，嘛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开放观光，带动咱国内经济。希望做企业最好的靠山，让中小企业能够长久经营发展。中朝政府会做企业的靠山，总统蔡英文20接见8大工商团体理事长，向工商界大佬申请发射暗告。这大佬也是目标控制4月电价到底是不是要起调整幅度，若是亲像外界预期，只针对工业大户起3成，反对声音恐惊未细。3成是有比较高啦，当然我们会再跟政府这边再协调，跟政府建议是说，如果要涨的话，幅度小一点或者缓涨这样。另外，工商大佬也关心能源政策议题，希望绿能发展也未对着进度进行，核资应继续服役，减少发电成本支出。台湾外销表现也阁正弱。经济部统计公布1月外销订单为9月开始，外销订单金额为609亿美金，大概今年1月只剩475亿美金，年减19.3%。连5乌上总理事长柯书博认为，考虑国际局势甲经济成长较慢。建议政府要救经济，都要为内销开始。台湾目前来讲呢，除了这个外贸一定会降低以外，认为开放观光这一块是我们势在必行的，来刺激整个内销市场了，否则这一块没有办法冲击起来了。针对外销订单表现，经济部统计处预期2月恐惊是负成长连6乌。即马国门陆续解封，是不是带动台湾经济起飞？大家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半导体制造商美光，全世界大裁员要裁掉15%的员工。台湾美光公司的工会佮劳工团体，昨是去美国在台协会头前登情，因要求资产的方案应该透明化，嘛批评讲公司明明都有趁钱，应该爱提供较好的条件。对台湾的劳工唔通亲像会使用免洗地用完的单调。美光重工台楼砍工。美光重工台楼砍工。大声发口号表达心中的不满，半导体制造大厂美光全球裁员行动，也包含台湾美光在内。工会不满认为公司在有趁钱情形之下，采用有利方式大裁员，反对公司将台湾人用了就拼，所以向 AIT တင်情，希望协助处理。之前方案应该公开透明的揭露，以利对等的协商。非常愿意共体时间，但是公司应该保证留下来的员工不会受到考绩不对等的对待。公司给的这个方案，我们换算成就是相关台湾的这些之前的费用的话，其实就是把你的资遣费，还有把后续的，就是你的非自愿离职折算进来。那照理来讲，应该要向工会提出来的诉求，你就公开你的算式。因为网络风声美光有利条件有95个月，讲法拢无同。不过工会表示，接受有利的员工被要求签保密协定，员工无法度明确知影资遣方案的具体内容。呼吁美光爱具体公布资遣内容，方便劳资协商。劳动局目前已经收到5位美光公司员工来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后续劳动局也会紧速的来召开劳资争议调解会议。据我们了解是。公司它裁减的比例大概就是5%，大概是350人。所以这边我们也是呼吁说，美光公司对于员工的一个有关优惠离职，一定是不能低于劳动基准法的一个标准。
对工会动作，美光公司发出声明，强调面对市场无好、冲击产业、精简人力是不可避免的决定。相关员工拢是自愿离职，流程符合台湾法规。不过工会表示会继续甲公司协商，找找化解无同意见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第2021年东京奥运摕到体操专项项目第7名，拍破咱台湾历史有成绩的国手张家宏，昨伫网络铺文讲，伊去国家训练中心测验，煞造成阿基里斯腱全部拢断去哦，煞落来国际比赛拢爱暂停了。这一条只要断掉，老实讲，家宏所有的推蹬、地板的项目，他都没有办法做。所以这一条的断裂对一个体操选手来说，算是蛮大的致命伤。会议当中听到是真唔甘，教练出面证实，体操国手张家宏脚受伤，而且真严重。16号下去测验的当天，家宏的脚就在地板项目在热身的过程里面，他的左脚的阿基里斯腱就全部断掉了。那当下大家也是非常错愕了。张家宏原本19要去世界杯德国站，16、17伫国训中心进行测试赛，却伫比赛进前的练习受伤。张家宏本人是真艰苦发文讲，伊人生上尾一届世大运亚锦赛、世界杯甲亚运世锦赛，即马拢已经结束啊。因为准备出国比赛进前，较后紧贵的断去，这个黄金计划独立性，大声话讲，谁会当行选手一个公道。国训中心表示，参与国际赛进前是照旧例安排模拟赛。检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请一些国际的裁判来针对选手所做的一个动作，看哪些地方呢有需要再做一个修正跟加强的。有一点遗憾嘛，但是我们希望还有机会，应该我们还是全力去拼奥运的资格赛。张家宏目前是属于黄金计划3级的选手，这几年成绩袂歹。2021年东京奥运摕到男子专项第7名。是这个项目内底台湾上好的成绩。2019年世大运甲2018年雅加达亚运拢摕到单杠金牌。今年将有信心要挑战世大运甲亚运单杠连续的冠军。不过却不幸受伤，体育署强调讲会全力协助张家宏脚脚愈合好。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份上新的诈骗的报告哦，发现讲伫亚洲电话号码泄露的情形，马来西亚上严重，第2名就是台湾，有605,1040万的台湾民众的手机号码哦，已经泄露出去了。学者是认为讲，除了公司部门的治安防护无够以外，嘛无排除讲有内神通外鬼在卖资料。突然接到简讯通知包裹到货，就算最近无买物件，可小姐犹原无怀疑，前往徛街附近的超商提货。这2条很烂的护手霜，那我怎么可能买这样的东西？突然来邮人包裹，互柯小姐刚去个收起，寻求安怎退货，要向警方报案，煞一直旁边，唔知要去倒位找帮助。我们会透过一些网购平台点超商取货，那合理怀疑是网购平台泄露我们的个资。涉及超商加诈骗公司强无，连过消费者的名、电话等等，安怎会个资全部外流，恐惊为这寡所在泄露出去。那些会在是大型的网站上面，比如说像脸书或是 Twitter 上面，那因为会员很多，你都会输入你的 email、你的密码，也像是政府资料的可能的外泄 ，OK， 那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常会玩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一些心理测验，那这种会比较小众一点。民间企业联手刑事局长单位做出上新一份调查报告，发现亚洲市场电话号码的挂失率以马来西亚73%上济，过来就是台湾的605%。掠算全内有1040万人受害。除了治安防护不足，造成骇客有机回头摕个资，有治安学者分析，无排除内鬼家己顾仓库搁偷摕物件的可能性。你说有没有在卖？当然有在卖呀、而且卖这些的话是那个无本生意啊，当然有办房子啊，就是要花钱下去做啊，然后的话整个机制的话要把它当作一回事。民间企业无重视治安，学者分析，甲即卖罚款无关有关系。就算风采法也无要无紧，搁较进一步点出，公部门毋拿治安爱升级，相关查核等防护机制也应该加强，以防止有心人滥用个资，做起无本的生意。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苗栗通宵白沙屯妈祖去北港进香9日8暝，昨下晡已经登去宫廷宫路。对北港的花亭1天半的时间就行超过120公里，新桥路行哪飞，香灯卡嘛真正有够用哦。妈祖伫通宵秋木园换8人大轿了后，昨下晡就开始洗妆，伫4点入庙，新历3月初3会开路。信众将第一线起到10通通，人排甲长乐路看无到头，白沙屯妈祖乱叫。进香最后一天20登到苗栗海线，伫通宵秋木园的空地啊，4人小轿换做8人大轿。叫风警员将乱桥当中的沙边马甲白沙屯马分别请回各自的桥，也表示圆满完成这摆进香。换回大桥了后，报尾啊，就依照风俗向村里通报妈祖要转来啊。拍这支花伞，加这支低卡，要和善之徒。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和和善善的哈。庙方表示，白沙屯妈祖伫北港朝天宫完成进香了后，10日透早为婚姻开始回程。按算36点钟内登到宫天宫，只用1天半时间就行超过120公里，速度比以前近2点3倍。沿路信众一前迎接，用炮声接风洗尘，沿路要食饭打，围炉香灯卡。昨天晚上来这边睡，去年1400份，今年大概1200。20下晡，宫天宫周边拢是人，乱桥也伫下晡3点外到庙埕准备回宫。在信众的话声当中，乱桥在下晡4点进入宫天宫内底，众人将白沙屯妈祖请回正殿安坐。9天8暝绕境就结束。这摆报名的香灯卡有11万多人，按过庙方估算参加活动的超过20万人，规模应该是历年上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师范大学文物保存维护研究发展中心成立以来，用科学方法征收过真侪民间的画作，嘛捌抢救过毕卡索的画，也毋过修复人才是真好培养，所以中心最近决定讲，除了台师大学生，嘛要开放台湾科技大学台系统的学生嘛会当来修这门课学技术。细致修复手中的画，伫台师大文物保存维护研究发展中心，专长是用科学修复名画，亲像陈定波、郭雪娥等等的画家，正亲件重要作品，还有毕卡索的名画，拢捌伫遮抢救过。所以，比如说，我现在需要知道，这个黄色的地方可能有什么的元素。文保中心成立12年，即阵嘛有教授推动将过去修复的文物资料建立数据库，希望强化未来材质的判断。以前是靠我们科学家用眼睛、用经验去看出是图谱是什么，那希望将来能够透过大数据，用 AI 去挑出它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画修复需要下领域的人才，文保中心的修复师无10个人，因讲无需要真侪人，但绝对袂当无人。培养一个全面的修复师，就要7、8年以上。真侪人一开始有热情，毋过尾仔煞放弃。今年因头家开设文化部文物保存修复学分学程，招募台系统3间学校对文物修复有兴趣的学生，希望提早培养人才。硕士的时候好不容易考进来，结果你发现并不是你真正想象的那样，让文物保存修复呢，他们更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那这个就可以缓解我刚才说的，因为一个优秀的修复师，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培育。文保中心表示，修复100回要1个月至2档，不止时间，材料技法拢要真清楚。学生若有兴趣，量早接触，就通提早了解这个领域。记者台北台北采访报道。来看戏剧演员托线去年过身托线位伫台东的牧场，最近成立托线故事馆，有托线对细汉到老对演员转型起家，加做农民的记录。目前这个故事馆免费对外开放，那么做伙来看卖。这个扛棒是资深的台湾艺人托线，伫30年前退出演艺界了后，去台东经营牧场的头一块扛棒。因为当初因为这块招牌，所以才有一点小小的名声。托线用10多年的时间，才互这间牧场为了钱转做是趁钱，是真无简单。去年托线高龄90岁过身，因厝内人为着要怀念伊这世人的奋斗，
尤其是台语的演艺科啊，嘛，互伫早期生活真艰苦的台湾人，会当透放心情。为1960年代开始，托线就做笑话剧的演员，一直到伊退休。也阁特别伫牧场内底成立托线故事馆，内底有早期的电影、唱片，也阁有早期演艺科啊拍片的文物，卖当伫内底看电影。这个故事馆就亲像台湾演艺界的缩影共款。从最早的黑白电影，甚至舞台剧，然后工地秀、餐厅秀，到网络直播的餐饮会，然后再来到台东的奋斗的精神。去托线故事馆参观免收费，不过内底唯一一个爱付钱的，就是托线分书景的条记，无人的乌镜目镜，这是会当买回去的。不过托线厝内的人希望大家来参观，不是看托线的戏剧人生，是了解伊一世人奋斗的人生故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2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咱来看新地一个台语老师带学生囡仔去踅百货公司超市，用台语来了解所有物件哦。望讲用生活化的方式来教囡仔讲台语。伊的华语叫啥？它的国语叫什么？哈密瓜。哈密瓜。好，伊内底有一个字，就是龟。龟。好，来。龟。都过来。黄龟。什么龟？黄龟。老师用台语甲囡仔了解逐项逐款的水果，来到另外一区，不论是汤啊、饮料、果汁，也是汽水，全部拢是用台语发音。囡仔第一摆用台语来踅超市，拢感觉有够新鲜。鸡仔冰。做啥？虾啊。啊，你上爱食啥？豆油。出去耍的时阵，讲用台语做介绍，甲互因知影讲这物件台语啊安怎念安尼。超市踅煞了后，老师就开始出台语题目，互囡仔家己入去做题目内的物件。有的人连伊就找到，有的囡仔是踅规半步，佮找袂到。烟肠、芦苓、猴头果、油。平常时吼，厝内底吼，爸爸妈妈也是有机会吼，其实会当教囡仔加讲啦。吼，譬如讲。早起要洗手面，得用着起锅、起面啊，对无？要煮饭时阵，甲妈妈倒油，伫这生活中吼，加讲、加听、加练习，吼，安尼慢慢甲迄种讲台语的这种部分，带入个生活内底。透过台语踅超市活动，大家除了会当学到生活用品台语的讲法，而且采用上自然的方式来学台语，互更加侪人会当吸食来讲台语。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来看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有一间米其林3星的餐厅，叫做 Noma。伊把5届红选做世界头2名的餐厅，也毋过传出讲，这间餐厅会伫2024年底来关门，要来转型做大型的实验厨房。未来会以无定期、快闪的方式出现伫全球各地，互消费者来体验因开发的料理。厝内正光，互人感觉温暖的差一个建筑。总部西甲员工徛伫咧灶台的厨台，用手工做回收。Most of the best experiences when you dine out, they're not at the best restaurants. They are at the places where you feel a connection to something, where you feel like there's a culture that you like, and you feel like, okay, I'm here now. I can feel everything. I can feel the people. They're doing it because they really want to.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间罗马餐厅，因为强调是野生的季节食材做料理，强调和人类甲自然真实的连结，也和米其林评选奖这3星餐厅。以前常常排伫咧世界50大最佳餐厅的前10名，而且伫2010到2012年，也个2021年，拢是最佳餐厅的冠军。2003年创立的罗马餐厅，伊名是结合丹麦语的北欧甲西文2个单字，捌伫2016年成关起来。2年后，伫咧哥本哈根另外一个所在阁展开，这么传讲2024年阁要关起来，转做实验性厨房。We're still exploring the natural world, but doing so with a little more curiosity towards the world at large. We've developed so much, we've traveled so much, we've seen so many things, learned so much.
这毋是罗马第一遍转型，伫新冠疫情期间就几多遍关起来，总共超过6个月。到了2020年热天，一个八戒做汉堡、葡萄酒酒吧1个月。自2025年开始，就全力伫咧做食品的创新，加新口味的开发。不过业者也讲，伫咧创新料理的同时，会不时以快闪店的方式，伫咧哥本哈根或者是海外其他所在短期开业，后面将有机会让食到因伫咧转型期间所研发出来新料理。按算今年的3月15到5月20，罗马就会去日本的京都开2个月期间限定餐厅，让日本的消费者有机会体验自然的餐点。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继续来看丹麦本地全国有上千间的水疗养殖场，也毋过因为疫情传出讲有水疗为着新冠病毒，所以有真侪水疗拢互杀死。政府嘛辅导业者转型有的是改做胖做点心，有的业者因为会晓接酒，所以改做生产米露的工厂。咱做伙来看卖。饲水鸟的养殖场内面无半只水鸟，伫过去1年，饲水鸟的农民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拢无收入，丹麦政府辅导业者转型，像62岁维斯特家，无想到讲，到这个年岁啊，也会开一间米露厂，伫咧做酒。Nej, jeg har aldrig forestillet mig, at vi skulle gøre det her, men nu havde de den hobby der, så synes jeg, det var nærliggende at eskalere det lidt. Så det bliver spændende. Et nyt kapitel. 去年2020年11月，因为欧洲真侪水疗养殖场发生新冠疫情，一个传出变异株传予人的消息，丹麦当局就宣布破产1700万只水疗，不过也互国内1000外水疗养殖場常常拢無收入。Absolut ønsker at starte nyt. Altså hvis ikke vi skal have minkfarm, så skal vi lave noget andet. Så i dag der er der stort set ingen af dem, der har været minkavler, der ikke har et eller andet job og har etableret en anden virksomhed. Og så er der selvfølgelig en stor gruppe minkavlere, som har gået på pension. 丹麦政府辅导养殖业者转型，伫200位申請者內面，有60個人通過政府補助，摕到100萬丹麥克朗，差不多代表440萬，轉型做新產業。維斯特家爸仔囝甲朋友，因為真愛米露，就打算要開一間酒廠，專門做米露。In the spring, we will start up the brewery, and the plan is Martin and me will make the brew, and after that, Paul Erik will put the beers in bottles and put labels around the bottles. 詳細看設計圖，所落來因在買茶湯吉酒，也閣買採太陽能板來省電，以後也計劃要炒一回來做酒吧台，讓人去現場啉。Up here, we will have the bar here, and then we will have space for people to taste the beer. And in the beginning, we will make 8 different beers, so they can tast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beers. 新冠疫情对丹麦水疗的养殖生态造成正大伤害，就算是当局已经宣布，今年2023年1月开始，会当搁再饲水疗，不过真侪水疗养殖者拢已经转换身份，农场也已经变做酒厂。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做伙来看今仔详细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17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記台的早起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同一時間咱再會。